兄弟平安，咱要备办心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走乐。我传福音，毋是通夸口的事，是不得已拿定。因为若无传福音，我就有知会。我若甘心做即个事，就有报赏；我若毋甘心，有责任已经交代我啦。兄弟姊妹，请咱起立，即是来吟圣诗第20首《圣父上帝踮天顶》。我
请阮有缘徛咧，三角形主的教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面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我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三角来启用，启用文50篇，就是以赛亚61章，伫圣诗后壁的1091页。启用文第一篇，50篇，咱三角来启用。至悬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互散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这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请咱三角仔头来祈祷。是嘞，歹势。对，来，请咱三角仔头来祈祷。掌管天地主宰，阮的阿爸爸上帝啊！这2礼拜以来，气候的变化真大，有时真寒，有时真热。总是无论天气怎样变化，阮相信主，你拢有你水的安排。感谢你常时保守阮众兄姐有勇健的身躯，通来到圣殿中自集学落来敬拜你。主，你赐福阮台湾这块美丽乡土，借着大家听通阮所徛起的土地，同心的合作，互久长以来的疫情，伫每一届扩散，拢会当得到有效的控制。各行各业、各个场所，甚至伫境外的开放，拢伫配合政府有定的政策中，慢慢咧开放。伫即时上重要的时刻，阮也恳求你，赐福伫即中间会当一切顺利，经济一步一步搁较稳定，嘛互阮伫礼拜中会通大声来学乐，恢复阮的爱餐，互相来交陪。主啊，阮感谢你，伫150年前，大领马街博士来到台湾，用医疗传道，互阮有福气，通得到福音的真理来认捌主。咱伫3月开始，陆续有联合的庆典活动，下晡伫和平的篮球馆嘛有联合的礼拜。主求你，互阮众信徒透过遮的活动，搁一摆来学习马街博士
宁愿烧尽，也无愿朽坏的精神来传福音。主愿知你是阮生命的主宰，真侪世俗的看路伫盼阮，需要来仰望你。阮阁爱时常提醒家己，放慢阮的脚步，拍开阮的耳孔，来注心听你的指示。毋通用家己的气力，戆戆啊向前你跑走。主求你保守阮所做的逐项事工，拢通结连伫你，来荣耀主你的名。也恳求你保守目前还伫战火中的乌克兰，求你互战争早日平息，恢复平安的生活。阮安尼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这是赞美，今仔日咱要请圣乐队来学乐，因要吟的诗歌是《你的名至圣》。
即是咱来看圣经，今仔日有2位的圣经，一位是罗马人书第1章13节甲17节，另外一位伫以弗所书的3章5节甲12节。我先来读，兄弟啊，我毋爱恁毋知我做摆立志要就近的外邦，总是到今要有阻挡，无论希利尼人还是番人，谄媚的还是愚妄的，我拢欠因的债。所以在伫我拢便便要用福音宣传互住伫罗马的人，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笑，因为是上帝的权能要救拢总信的人，大先犹大，后来希利尼。因为伫福音的内面有显明上帝的义，对神到伫神，照圣经所记载讲，义的人要对神来活。佫一位伫以弗所书3章第5节，3章第5节甲12节，是整代袂捌互人知的，无亲像现今伫圣神启示伊遮的圣的使徒先知一样。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对福音同做护士，同做一个身体，三甲有分伫所应允的。我做即个福音的采用，照上帝恩典的赏赐，就是照伊的权能所运行来赏赐我的。我是正圣道中上帝一岁的，得着即个恩典赏赐我，通将基督未测度得的富有传互外邦，也互众人拢明白，即个奥妙是怎样安排，就是历代以来藏捌伫造万物的上帝的，当要对教会，互伫天里遮的办证事有权能的，知上帝百般的智慧，照伊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定着万代的旨意，踮伫伊，咱遮的对信伊有好胆，佮还知来亲近上帝。以上，咱将下骹的时间交张牧师，今仔日的讲题是见证福音的大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想咱先来解决即句真特别。最后伊3章12节，踮伫伊，咱才会对信伊有好胆，佮还知来亲近上帝。有人知影还知是啥物无？佮还知，即马这毋知为倒位来的外古典的台语吼，咱看袂出来。所以咱若看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是好胆笃信不疑啦吼，拢无信心充满。来亲近上帝，因为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伫伊的内面，咱真好胆充满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第2句嘛是宗教术语吼，因为伫福音的内面有显明上帝的义，对神到伫神，照圣经所记载，义的人要对神来活。你应该有会怀疑，就是什么叫做上帝的义？上帝的义，咱会可能直接会甲联想就是上帝的公义啦吼。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咱要满足上帝的公义，总是咱无法度通做到遐尔公义，所以爱对福音，伫主耶稣基督的即个福音内底来满足上帝义。所以即句上帝义，若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伊是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有启示你甲我，人要怎样，罪人要安怎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合宜的关系，咱甲上帝关系真歹，因为咱是罪的人，有罪的人，圣洁的公义的上帝，迄个关系非常的歹。亲像这俄罗斯甲乌克兰，迄个关系非常的歹。总是伫耶稣基督内底，凭着人接受即个福音。关联，咱就会通三甲满足，甲上帝迄个关系超好势，满足上帝的义。所以人安那面对福音，迄
迄个态度是满足上帝的义的一个 key point。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伫春天真水的早起，用阮的心灵诚实来到上帝面前，要来朝见，要来敬拜。亲像阮所吟的诗歌，天父上帝踮天顶，对宇宙万物出命令。你的名是至圣，你是永远存在的。总是人的历史快变迁，人的历史一代过了又一代，每一时代拢在面对迄个时代对因发出的挑战。主，阮特别感谢你，互台湾伫过去的年日真少拄着战争。今仔日阮无法度通想象，如果阮伫乌克兰的时，阮爱面对甚物款的惊吓、死实甲苦难。阮对政治的了解真有限，阮毋知影因中间的矛盾为什么至到需要用战争来解决。阮所看见的是战争带予人性命财产迄种残忍的破坏。主，阮恳求你怜悯，阮感同身受，伫遐受战争灾难、流离失所、拄着亲人死失、惊吓遐乌克兰的人。阮真期待，因为人的罪恶、人的私欲、野心，直到今仔日，这个战争的爆发。阮真期待这国际的制裁力量，也是外交的斡旋，会通互这个战争赶紧煞。国甲国的中间，人甲人中间有真侪矛盾。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通调整阮甲上帝你的关系，有四正的关系，阮甲人的关系也才会四正。国甲国中间也才有可能来和平相处。主，阮特别为着台湾得到你的保守献上感谢，也你疼惜台湾这块土地，找见上帝你的忠心的路步，一批搁一批，将福音带到阮的中间。阮伫这两礼拜最近一直咧少年马街，伫150年前来到台湾。阮有时真好想象一个27岁的青年，为倒位得到这种勇气，过太平洋伫迄个时代，面对无共款的种族、语言、文化，完全未知的将来，伊将性命赌上去，为着要将耶稣基督福音带到也毋捌听着福音的阮台湾这个岛屿。今仔日阮咧纪念伊的功劳，伊的背后是福音关联的吹片。主，阮孝念伊，阮感谢伊背后的上帝对台湾这种的稳定。当今仔日这个福音的棒子交伫阮的手中，当时影响因迄个福音的关联，相信也阁有同款的 power 会通来影响阮在座每一个。伫每一个时代，上帝百姓也凭着对上帝的信心来回应迄个时代对因提出的挑战。主啊，愿阮有教育的信心、勇气，福音的关联催迫阮，互阮毋若因为这个信仰改变阮的性命，也互阮的性命会通改变阮的家庭，改变阮的社会，改变这个国家。愿福音的大关联运行伫阮每一人的中间。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恳求，阿门。我想真简单来几个定义，咱先清楚。福音 ，good news， 好消息。当然，好消息，大家人的定义无同。对乌克兰的人来讲，国际制裁
国际援助对因来讲是好消息，总即个消息对俄罗斯的人来讲，即个是歹消息。所以，逐个人对好消息、歹消息的定义拢无相像。总是伫马可福音内底，特别伫信仰的内底，马可开宗明义第一句就甲福音专有名词化，甲伊讲：我即摆要甲恁讲，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什么是好消息？耶稣基督是所有好消息的起头，上帝囝。伊定义，我即摆要甲恁讲，即个耶稣基督，伊安怎出世，安怎伫世间，伊的任务等等，是人类所会通领受福音的起头，是好消息的起头。所以，咱今日讲听福音、传福音。毋是咧讲其他倒位咧打折，倒位有啥物好康通互你享受。咱咧讲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就是上帝的疼，伊怎样刀成肉身来到恢复，要甲人罪人恢复迄个关系。所以约翰福音就将福音定义做，你无通想象一个创造的上帝竟然卑微甘愿诚做伊所创造的人的款式。用无罪的来替换有罪，来替咱负罪代价，互咱迄个关系来得到和好。约翰福音就讲，我即摆甲恁讲耶稣的故事，即个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咱中间的故事。保罗也接受这个福音的定义，总是伊也认为福音毋是干那互犹太人，伊讲也包含所有种族，不管什么款的人。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耶稣基督毋是干那为着以色列人，为着犹太人，所以所有愿意接受的人，会通过耶稣基督做上帝的护士。伫耶稣基督的内底，身体有份，也有份伫上帝永远迄个永远的活命、新的活命的内底，所以这叫做福音。然后福音的大关联到底是什么？咱知影总统有特赦的权柄。上帝的权能，伊有迄个特赦的权柄，所以伫罗马书讲，即个福音就是上帝要特赦罪人，要互拢总信的人得到救的。无论什么人，你只要接受即个福音，接受即个就要得到救。这是上帝的权柄，是伊的权能。譬如来讲，咱今日伫世间所有的人。拢敢若是乌克兰的百姓，拢伫即个罪恶的轰炸、侵袭的下面，无人会通躲闪。总是最近俄罗斯甲乌克兰两个都参详第二轮讲，无咱至少开一个人道走廊，互人有一条路通好逃生嘛。恁中间的战争，你爱互遐无辜的百姓有一个安全的路，通过人道走廊，伊要去走去倒位拢会使。耶稣基督就是道路，是真理，是活命。伊就是上帝替咱开这条脱离罪恶沉沦的道路，互咱会通去到迄个永稳的所在。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权能。你若行入这条路，你就得救，你就唔免受这个战火的迫害。所以得救就是讲，本来你甲上帝是永远隔离的，你敢若着。COVID-19 迄种的病啊，啥？你拢永远袂好，我永远惊爱甲你隔离。总是伫主耶稣基督，咱敢若得到免疫，咱已经得到好啊。无过上帝看做罪人，你因为信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搁一届好，搁一届有合理的关系。所以信心是接受这个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为着我来赎罪这个好消息。你就能够享受这个福音带来的好处，也会通来领受上帝这个福音的权柄。总是福音的权柄，敢若伫你甲上帝关系？福音的权柄敢无影响你甲人的关系？咱咧看福音的权柄，咱看见上明显的福音，敢若是一个抽象的信仰的理论，毋是安尼尔。福音领到一个人的时阵。互本来彼得这个讨厌人，无啥什么受什么教育的，伊真正嘛是赌上生命来为着这个福音来传扬这个福音。本来是咧迫害耶稣基督的这个保罗，伫福音的权柄下面，伊完全改变。
咱看加尔文也好，路顶马顶也好，到伫马街，福音对这个人的性命产生重大的影响。最近咧读马街的故事，伊讲伊10岁时，你若捌去讨论岛，捌去伊的故乡看的时阵，是足非常偏僻的所在。拄好一个英国宣教师要转去英国，经过因的乡下，伫遐来分享伊伫中国厦门的一个工作报道。10岁的马街伫遐心内一个立志讲，我嘛要做宣教师。虽然伊对中国非常的生疏，总是后来伊渐渐大，到伫加拿大社会第一遍接受第一个宣教师，就是来台湾宣教。当时申请的时阵20几岁，加拿大的社会讲，有人讲这个囡仔都还未成熟咧，性情很急躁。唔是适当做宣教师的，所以一开始申请并无批准。伊伫迄个咧听候社会批准的中间，去爱丁堡继续读神学，伊也去 Princeton 读神学等等，来装备家己，为着要互上帝用。后来伫27岁时阵，伊申请得到核准，伊才为加拿大坐火车到旧金山，为旧金山坐船去到中国。去到中国的时阵，人派伊去到汕头是台湾话讲乜？汕头遐看讲汕头已经有一个平信徒，有人伫遐咧传福音。伊讲我毋茫去无人传福音的所在，所以伊才临时转来台湾。所以咱看见今仔日一个人150年前所做的事情，今日也咧影响咱。上帝借着这个。因为福音改变性命的人，互因去传这个福音，然后这个福音就产生迄涟漪的效果，一直往外扩散去，伫各个所在来开花结果。所以福音唔是干那个人的得救，福音的权柄影响到个人、家庭、社会、甲国家，伫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咱拢面对无共款的条件。咱今仔日通看见福音的大关联，当然是对咱生命意义、价值，咱的定心思考。我活伫世间这几年，趁钱上班维持一个家庭，抑阁有甚物其他意义？抑阁有甚物上帝爱我完成的使命？福音要甲咱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毋是干那我改变了，我改变了，我就思考讲。到底上帝对人的心意是甚物款？所以早时这基督徒本来认为讲社会国家这个世界认为是正当的，有的人就较高尚，白种人、黑人做奴隶，迄个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有一寡基督徒讲，拢有上帝形象的人，甚物款种族的人，哪有倒一个种族比其他的人较高尚？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就讲，上帝对人的心理。对人的意爱毋是安尼，因就对遐来废除迄个奴隶制度。有人出世就是做王，就做统治者，这嘛毋是符合伫上帝迄个天赋人权的观念。所以开始废除迄个阶级的制度，废除用每一人拢共款有迄个权利、民主制度的建立，就因为福音，互因去看代志都无共款的眼光。对女性嘛是共款，对普世人权的价值，对伫囡仔童工因的权利，到目前咱嘛看见讲，这是上帝创造的万物甲大自然，毋是人你凊彩照你的需要要安怎做到安怎去做，因为你是管家，你毋是主人，是上帝交代互你，你也好好做一个正当的管家。这些拢是因为福音影响到，然后往外扩散出去。所以咱看见福音的大关联，伫社会、伫国家、伫世界，拢有深远的影响。咱莫看其他，今日徛起的这个故乡台湾就好。今日我的题目是见证福音的大关联。用台湾做例，咱伫1805年第一个宣教师，当然搁较早期荷兰时代，荷兰后派一寡宣教师，总是后来就断去也无什么记录。总是咱看见就是较近代的时阵，19世纪这个
这1805年的时阵，英国苏格兰这个宣教师马雅各来到台湾，所以咱伫2015年，因先伫南部伫遐宣教，到伫这个1872年7年以后，马街伫3月初9登陆伫这个淡水，咱用这做纪念，所以咱下晡要过去参加这个马街来宣教750周年，是纪念伊3月初9伫淡水登陆。一个27岁的青年，我相信伊离开加拿大的时阵，伊毋知影伊对台湾的影响到伫这种的程度。所以我真感谢，就是有时我咧读台湾教会历史，我相信英国的社会甲加拿大的社会，伫迄个时代，伊应该是无讲好。亲像马街是临时本来是要中国，所以上帝怎样奥妙的旨意，互伊转向来到台湾。然后为淡水这边才来登陆，这个咱永远都唔知。总是来到台湾，这两个宣教师背景拢是加尔文主义的长老教会，所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750年前就开始定居伫这台湾这块土地的原顶。所以咱看见的就是马雅各医师这拢是苏格兰教会背景。马街的老爸是1830年为苏格兰移民去加拿大多伦多迄个所在，伊是伫加拿大出世移民的第2代，所以1872，伊的老爸1830年才为英国苏格兰去到加拿大。如果你有机会去多伦多迄个所在看，今仔日迄个所在抑阁是非常的偏远的所在，即个拢有长老教会背景。同款即个神学的训练，甲是即个信仰，甲罗丁马丁伫即个宗教改革了真有关系。这个神教，这宗教改革家拢有受到渐渐起来迄个启蒙运动的影响。中世纪以前，所有的科学、艺术、文艺，各方面拢是咧服侍教会、服侍教皇的。总是伫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了后。人本身就是一个主体，上帝创造真奥妙有上帝形象的人，所以咱爱着眼于对人本身会通做一个主体来研究。所以咧，迄个时阵的医学各方面都一直发达起来，也真注重人知识毋茫搁较知影搁较多，也去探讨大自然等等。所以这个早期的宣教师，你会看见因的知识绝对毋是干那圣经的知识，这个人你若看这因不管伫医学方面也好，建筑也好，动植物这种的研究，包括马街，你即摆若去讨论到遐个伊当时等于国家，等于加拿大的时阵，为台湾查顿一寡物件，台湾的动植物因伫遐收集，伫讨论到的博物馆内底，你还阁找得到。所以这个人伫迄个所在来到台湾。留落真水的脚粒。马雅各来的时阵是27岁，马街嘛是27岁，拢已经对咱来讲是非常少年的。马雅各伊拄只订婚无偌久，后来安尼刷来刷去，我想这个故事都无搁伫遮讲，伊伫遐建立台湾第一个先远的医疗的病院，新老病院。后来伊的囝儿也继续来服侍台湾。马街就是咱最近咧，人讲伊留喙鬚啦吼，胡鬚番带台湾某然后边仔即个图毋是真清楚，毋过咱大概网站拢找得到吼。生2个查某囝，一个囝嘛是2、3代拢伫台湾咧服侍一张相片是穿唐装啦吼，中国式的服装一张是穿因西洋的礼服所翕的。文化的交融，互咱感觉真趣味的一个相片。伫无久以前，马街的孙第3代伫讨论到过身，第3代一个叫盖马力，103岁过身。所以一代一代一直过去，总是咱看见马街伫台湾的事风，留到今仔日对咱的影响，毋是干那马街尔，咱看见咱台北医师，即个嘛是为苏格兰为英国来。这个人嘛是2代3代，将因的性命投入伫即个土地，也伊的囝儿
继续伫这个所在来服务。所以，咱大家拢知影，为着周金耀一个庄脚囡仔皮肤溃烂，迄个时阵第一次台湾做皮肤的移植，是挂伊太太，即个蓝大鼻医师、老蓝医师的太太的肉来皮肤移植，望互即个囡仔会通得到医好。即个切肤之爱，互咱今仔日是中华基督教病立迄个因病院的精神。少年医师、少年男医师，咱知影讲伊真出名，迄台28寸的脚踏车人大汉，所以28寸的即个脚踏车是伊的标志。真简朴的生活，伊到尾退休了，等于到英国的时阵，空手等于到迄个全一生拢伫台湾。这美好的角中，我想咱拢真少念这个人。咱真少讲的是吕宣教师，其实这个对阮影响真大，就是孙牧师娘。今仔日你若去到台湾新学院，你会通看见边仔有两个墓，一个墓是孙雅各牧师，伊是台湾新学院捌做过院长，边仔是孙牧师娘，两个对台湾贡献非常的大。这个孙牧师娘伊做的代志今仔日咱来看见伊做的代志，差不多今日政府咧做的这社会关怀的代志，伊逐项拢做啦。保利基督教病院啦，顺惠医疗团啦，产院啦，特别伫原住民的所在，牛奶供应站啦，伊伫美国募款来帮助原住民的教会，才收入真少的牧师，互因有生活会通有保障，训练才做保姆也好，是一寡人去修理车等等这个技能的训练，这个中途之家。伊人真细汉，我捌看过伊可能无到160公分美国人来讲是非常细。咱讲伊是 little ladies with the biggest heart，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宣教师。咱咧听这的时阵，实在是感觉上帝真正将伊上优秀的路步拢派来台湾。这拢是咱真好信仰的这个产业，抑佫足多。其实你若去看，这个宣教师除了马雅各、李修牧师、甘伟林，这个是第一个为着盲人互伊教因电子的这个。巴克勒是咱今日咧用的这个台语圣经的翻译。咱台北梅间路，这个是中部的宣教师的先锋。你若搁读落去，丁马太医师、安必定、黄雅各，这真侪拢伫台湾伫遐服务，甚至伫台湾水土不合，全死伫台湾的，这拢是上帝派来最忠心的路步。嘛有本地，咱最近咧纪念小玉牧师娘的过身，食到完了100几岁，所以这无名英雄，因伫福音的观念的吹逼下面，将因的性命发挥到极致，伫迄个所在，宁愿烧尽，不愿朽坏，流出咱信仰的模范。所以咱看见长老教会伫台湾历史中的见证，这大家拢已经知影，每一个时代因面对无同款的问题。早期这个宣教师来到台湾所面对的是对外国人非常的惊吓迄个时阵交通不便所以仇外排外这个马雅各伫遐开医生馆的时阵有一寡汉医就放假消息讲伊迄拢用囡仔的心肝去做药来等等这个，所以不得已才会去祈祷祈祷，伊就离开府城。咱知影马街嘛，互破屎，互牵石头等等这个，因面对这个问题，伫日本时代，顺讲礼拜都爱东行来行礼，都爱皇民化等等，教会面对迄种的代志。但国民党政府的时阵，教会面对政治真大的变迁的中间，要安怎来做这个，用咱的信仰良心来对这个代志。150年来，咱因为福音的吹逼，毋是长老教会伟大，是福音的吹逼，互咱凭着咱的信仰的良心去见证耶稣基督伫这个所在有主权。咱知影福音的观念要改变社会，要改变世界，所以这个拢是咱真清楚对医疗的贡献，大部分都是现代医学、公共卫生，大概是对耶稣基督福音来到台湾的。所以这个病院这个
注重公共卫生啦，乌骹边迄个古井是一个问题，水质的清气，小儿麻痹、艾滋病也好，也是讲最近开始咧注重这临终的时阵的安宁照护，很多拢是甲福音带到台湾这个社会，对教育也是共款。教育现代的教育，若要甲塞过早以前，就是荷兰时代。荷兰时代就这荷兰的宣教师不用白话字，因为咱拢有话无字啦吼，台湾话好像没有文字啊，所以用罗马字改拼。所以你今仔若去台南，你也看一寡叫做新港文，哦，当时这宣教师来写一寡契约书，这文章伫迄个所在。后来咱看见现代教育，就是为新的这宣教书入来，因就开始推动现代教育。我才注意就是讲，我看马街甲马雅高拢共款，因来到台湾伫5年内底，因就开始决定讲一定要栽培本地的传教者，爱家己本身的人来对台湾人宣扬福音。所以咱看台南新人伊会通讲上早1869年，伊65入来69年，就开始设立一个叫做传教者养成班，传教者养成班。然后慢慢改到即阵叫做台南新学院。北部的马街嘛是共款，1875年入来，67年了后，伊就开始设立Oxford College 牛津学堂。我以前无读马街的故事，想讲，马街敢有去牛津读留学嘛？到尾才发现毋是啦。牛津伊甲英国的牛津无关系，是马街一带迄个村庄叫佐拉。佐拉属伫 Oxford County 牛津郡，所以这移民的人去到一个所在，像讲咱去到洛杉矶，这就小台北啦，就甲故乡的名摕来，这小西贡啦，这是Little Tokyo， 拢集中伫遐。所以马街的现代，因去到为苏格兰去到加拿大的时阵，就甲因大的 county 叫做 Oxford County。所以伊伫遐就学一个牛津学堂，这个是台湾新学院真理大学的前身观念很超前1883年就开始有女子女学堂，中英中学是讲台湾第一个中学，第一份报纸拢是这对现代教育的贡献。社会关怀嘛是安，头先讲甘为林、蒙林的下学福音教的所在，对当地一寡观念思想，唔通食鸦片，莫个白卡这唔好的习俗，要安怎来破除这个迷信这对高龄伊都为这拢是咱今仔咧做这个工课，背后拢有福音的开展，拢有福音的因素、思想意识所带来的这个活动。我要讲的就是。最人敢若一个真初步的观念，讲恁长老教会拢劣个啦。其实我想咱莫遐紧落去做那个评断。咱逐个人拢有咱家己的政治主张，拢咱家己的判断，什么款会党来执政对咱会更加好。总是长老教会今仔日互看做是劣个，事实上有一寡背后的背景。70年代、80年代，今仔日主要。你讲拢是台独的，就是70年代、80年代，长老教会发表过3个声明。今仔咱平心静气，用今仔日的角度等于看迄3个声明。若要讲，我感觉咱信仰的前辈实在是有先知的眼光，有迄个勇气来对整个徛起的环境来做这种的声明。因为迄个时阵，咱拄到1970年的时候，咱退出联合国，然后中美伫1979年建交，所以迄个时阵是真动乱的时代。所以这3个声明，今仔日咱被贴标签讲这拢是劣的。我想需要互咱大家小可知影这个背景，因为当时所发生的代志是安尼。1970年的时候，咱联合国已经要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这个正式的会员。中华民国本来是创立的联合国成员国之一，不过为着现实就是安尼，国际就是安尼尼克森迄个时阵，佫要去中国访问，所以
迄个时阵教会认为讲，阮爱对国际以及对国内来出声，来表明阮望阮所徛起上帝所祝福的即个土地，应该就爱安那来做。这二进说你网站上你拢查会到，这拢是迄个声明内底写。伊讲阮无愿意台湾人无愿意活伫共产极权的统治下面，因为当时有一寡国家认为讲，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入来联合国，台湾就是属伫中国的，所以互伊伫中国政权内底互伊合并，互恁家己去讲恁要安那迄个时阵，迄个政治气氛，教会认为讲，台湾的命运毋是恁大国伫遐讲来决定，所以需要尊重当时是1500万百姓。你爱不管台湾的前途，爱尊重阮的意志，因为人权是上帝所赏赐的。阮有权利决定阮家己的命运，甲阮的将来。这个是对国际的声明吼。所以对国内的声明就是讲，既然国际局势变化到安尼啊，咱无愿意，亲像今仔东欧阁发生这个问题，互共产的集权来压迫迄种悲惨的遭遇。我今日咧读册的时阵，讲哇，今日乌克兰就是遮尔悲哀，伫共产政权边仔来受到这种的欺负。所以，迄阵1971年即个国事声明内底，讲把握时间，正义自由来改革迄个台湾的这个内政。伊对政府安尼讲，伫咱也无法度通统一中国以前啦，吼，伫从中华民国也无法度通统一中国以前，无至少你伫台澎金马，你要有上新的民意，要用选举的方法来全面改选。唔通用已经30年、40年万年国会遐代表来代表台湾的民意，这是当时对政府的一个声明。当然，这种的声明对伫当时也伫戒严时代是一个真大胆，也是真直接挑战政府政权的一个声明。所以，为迄个时阵开始，教会甲政府的关系就非常的紧张。1975年发表我们的呼吁是另外一种的情形，本来无拍算有这个代志，总是迄个时阵就是咧推行国语运动啦。所以迄个时阵你若还阁会记哩吼，迄阵报地戏大家真热爱看，到尾新闻局规定讲你歌戏地方方言台语的一天会通做几点钟尔，你袂当讲方言，咱要推行国语。所以当时甚至这种政策，教会咧用白话字的圣经也受防没收，叫政府没收。你袂当用读白话字的圣经，这是方言，这是台语。所以迄个时阵，咱教会发出讲我们的呼吁吼，伫迄个所在讲主张世界任何强权，这甲头前讲的拢同款，袂当决定台湾的命运。也伫迄个所在，佫一个强调。台湾应该彻底实施，咱既然有宪法，有民权，咱再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来为着这来努力。咱知影，迄个时阵紧张的关系，毋是干咱甲政府、长老教会甲政府，讲其他主内的集体对长老教会也非常的不满。所以迄个时阵，这我们的呼吁内底有一部分是对其他的教会、其他的教派、其他的华语的教会讲，其实阮发表这个声明是因为阮的信仰的良心吼。所以伫遐我简单用迄个黄色的字讲，呼吁教会摒弃本位主义啦。大家拢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恁伫迄个所在咧附和伫遐来批评长老教会。毋是信仰，绝对毋是干个人得救尔。信仰福音的大观念影响着整个的社会，互教会通成做时代的先知。所以这个是对咱的这主内集体、其他的教会的一个呼吁。所以这个我们的呼吁内底有讲到几项，就是讲宪法保障宗教自由，政府今仔竟然来到教会收圣经，这个是违反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个是违法的，违法宪法的。咱来突破外交困境，对
甲1972年讲的类似，政府甲教会中间，教会对政权无野心啦，教会甲政府中间爱有互相的信任，促进台湾百姓爱和谐，唔通分化。恁是华语的，你们是台语的，恁是台湾人外省人，不能做这样的迄个代志。所以伫迄个所在，咱有对各个教会，毋望咱来和谐，来传扬福音，这是咱的重要。这个是第2个声明。第3个声明是人权宣言，这个人权宣言是搁较大的原子弹吼。1977年因为迄个时阵美国差不多看讲规个国际局势，一定爱去甲中国关系正常化，所以已经准备1974年离开联合国了，咱抑阁是甲美国有建交关系。到1977年、78年的时阵，整个局势已经是差不多，美国为着各种的考虑，伊爱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做正常化，要甲因建交，建交了就是爱甲台湾断交。所以咱伫迄个所在特别甲卡特，咱知影伊咧执政的中间，伊拢强调人权，伊到即阵嘛也强调人权，伊是一个基督徒，感觉人权真重要。所以到1977年的时阵，迄阵百姓已经1700万啊！咱伫迄个所在发表一个宣言，讲你强调人权，请你尊重台湾的人权，用即个道义的精神。当美国甲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时，你爱互台湾有一个保证，讲台湾百姓的安全、独立、甲自由。莫讲你甲伊建交了，甲台湾送互中国去统治。这个代志就是对卡特政府对参议院、国议院这个代志嘛间接促成台湾关系法的设立。所以77年嘛是同款，台湾迄个夜间都是台湾百姓来决定的，来毋望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这句话诚做一个真大，互台湾诚做新个独立的国家。这个是对当时的这个戒严政府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冲击。第一个，台湾国内用团体的形式来对政府提出这种的要求，这个震撼互台湾互教会也付出不止大的代价。伫迄个时代，各教会也有多多少少有受到真大压力。这个声明是经过咱长老教会的民主制度，毋是高俊明牧师，也是几个牧师签的都声明咱照咱教会法规，经过中会、总会，伫总会正式投票，我们发表这个声明。当时235票赞成，49票反对，然后赞成较多数，所以咱发表这个声明。1979年，美国就甲中国互相承认建交。迄年咱发生美丽岛事件，所以伫迄个时代，基督徒凭着伊的信仰良心，对当时感觉讲是应该安尼，才会通有一条生路。我想，这个就是福音的关联。福音毋是干那你灵魂的得救呢，也是对社会、对当时的时代来做出回应。保罗认为福音催迫我，头先咱所读的宣调内底有讲到讲，我传福音完全无啥物通夸口。伊讲我不得已，因为这是责任啦。我若无去传有在的呢，我若有传都有伤数，因为这个责任已经伤数。上帝互咱接受到福音的人，无形中就责任也托付给你了。总是毋是干那责任尔，这个也是恩典。伊伫后来家己咧反省的中间讲，圣道中间我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的，上帝哪会甲这种的恩典赏赐我？互迄个基督未切度的不通过我，互其他人捌听过福音的外邦听到。我想这个福音的观念嘛，催迫马雅国家的人。我做福音的采用，是上帝恩典的赏赐，上帝权能的运行，催迫我无去做袂使。所以但来讲，在地我拢便便啊。不管你是倒一个种族的人，你是希腊人啦，你是有受教育的，无受教育，你是聪明，你社会地位悬的，还是社会低愚戆的，我拢欠伊济。在地我拢便便，我要用福音
传予所有的人，包括恁住伫罗马的人。马该嘛你讲，我拢便便。上帝啊，求你互我会通诚做你的使用。所以2000年来，这福音的关联，今仔教会才会延续，今仔福音才会通伫台湾开枝结果、开花结果出来。所以今仔日这个福音，迄个能力感已经伫咱这代就失去啊嘛。咱咧讲的是70年代、80年代、80年代2000年以后，台湾的影响力一直，教会对台湾社会影响力一直退步去。到底是什么问题？是福音有问题，还是咱有问题？最近一直咧讲阿妈该偌伟大伟大，是啦，咱纪念，咱拢用感谢，总是除了安尼，敢无其他意义嘛？咱咧感谢伊的贡献，咱敢无领受伊迄个使命、迄个责任、甲迄个恩典？所以今仔日咱爱想的吼，就是到底是什么是你甲我的信仰个别？咱逐礼拜咧读的使徒圣经就是这种的信仰个别。迄是2000年前的基督徒，因当时拄到一个真大的问题，因为大家咧怀疑基督论，耶稣基督到底是神还是人啦？所以迄个使徒大家合作起来讲，咱爱甲信仰做一个标准。做咱到底咱是咧信什么？我信上帝创造宇宙的主宰等等。上帝讲了，耶稣基督就真长啊！伊是在些路马利亚出世的，伊伫本丢比拉多林啦。迄对迄个时代的人真重要，对咱即马当然也佫真重要。信是一块啊，然后阮信教会等等起来，迄是因当时的信仰个别。今仔日你甲我咱的信仰个别什么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985年。发表一个信仰个别，看我要请咱大家好好来读，因为迄个时阵教会大家想讲，到底咱是咧信什么？其实信仰个别毋是教会团体，你个人我个人拢爱有一个信仰个别。我到底是咧信什么？伫美国，我牧师节要转去别个中会时阵，必要求就是讲，你爱写你的信仰个别，你到底是咧信啥？你爱家己爱知影，你家己整理出来，迄是你的 statement of faith， 你的信仰个别。今仔日咱需要个人写信仰个别，那么教会长老教会团体嘛有一个信仰个别，所以最后咱就来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1985年通过一个信仰个别。你来想看，伊写的这个信仰个别有符合伫你的信仰，有符合伫你即摆的想法也无？咱就用这来做最后的一个个别啦吼。你想看伊所咧讲的这个代志。这1985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伫咱的信息的头前有种真长，咱真罕去读。咱今日来读一解看卖者，伊安尼讲，咱做伙来读。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伊施行审判甲拯救。这个讲到上帝，第二讲耶稣基督，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会通甲上帝和好。这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第三圣神，伊的神踮伫咱的中间，赏赐咱气力，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这三位一体。然后咱讲到圣经，愿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愿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佮定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即个讲教会爱成做即个社会愿望的记号。咱爱通过听甲受苦，即讲教会即个团体。佮落去咱来看，愿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罪得到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来归荣光上帝，愿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
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嘛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常常误用这个温数，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就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逃放，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们。我感觉伊即个信仰歌被写甲真好，也是咱努力的目标。感谢主。福音的大权能影响咱这个土地，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互阮通过福音的大权能，怎样影响个人，到伫个人怎样影响社会甲国家。为着过去150几年久，上帝你通过这你的路卜所野福音的种子，今仔日福音的棒子放伫阮的手中，这是阮的责任，也是你恩典的付托。当阮咧纪念这个早期信仰的前辈水的脚掠的时，主啊，望阮要留好的脚掠，互上帝欢喜，互后来世代的人来得到帮助甲启示。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咱请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19首，为即块土地，咱诚心祈祷。咱唱2届吼，来，请起立。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奉献，请保在祭司甲谢必公祭司来为咱施献。
咱三个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下面我来报告教会消息。今日下晡2点，伫和平的篮球馆，咱有举行联合礼拜的庆礼典。有报名的兄弟，请咱注意下骹的几项通知。第一项，伫确定啊礼拜后，咱伫地下室有准备便当，咱三甲做伙来享受，再来出发。第二项，即个庆礼典的礼拜是用教会做单位来入场，所以呢，咱希望咱有报名的兄弟，伫1点进前会当去到会场遐来三甲集合，然后做伙入去。若有袂赴的兄弟，咱家己入去，咱注意伫 EFD5迄个区是咱南门教会要坐的位，所以咱入去了，咱来找即个位。第4项要注意的就是现场无提供茶水，嘛袂使食物件，嘛无饮水机，所以请咱若有需要的人爱家己准备咱的茶果，再来一项总会合约发起乌克兰的祈祷甲奉献援助的活动，所以咱小会有决定响应，用2礼拜的时间来募款。兄弟为着这侵略的苦难的国家来祈祷。有感动的兄弟，请用咱椅仔头前红色的奉献地，咱伫顶悬注明写乌克兰，咱会全款专用。另外一项第4点，教育组主办的网球甲乒乓的比赛要开始啊！3月19拜六下昼1点半，伫台大的网球场要举行比赛。伫比赛以前的12号。拜六下晝的2點到4點，咱有閣租一塊場地，有需要去練習的，伫迄個場地練習的，咱會使來去遐練習，會使甲着向雄技師來報名吼。另外乒乓的比賽是伫3月27號禮拜日下晝1點半，伫咱的地下室遐舉行。歡迎會友用個人的名義，也是團體的組隊來參加比賽。比賽的兄弟，請向報賽技師來報名。咱周間有開放，互兄弟練習練球、乒乓的練球，有需要的攏會使來教會練習，再甲咱張牧師報備一下，就會使。然後來團契消息，兒童主日學對即禮拜開始的10點，咱因有親子的禮拜，就是家長甲主題做伙先來。10點到10點半的禮拜，然後10點半以後到主日學來分班。咱歡迎逐個兄弟、家長甲咱的主題來做伙參加。第2點，婦孚團契3月13主日的禮拜後12點半，地下室舉行3月份的例會，有請到詹俊如長老，就是前新光保險公司的總經理來專題演講，請咱兄弟來踴躍參加。集體的關懷，蔡順典長老的媽媽高慧蘭姊妹，伫3月7已經安息佇主的天家，伊往年87歲。伫3月18拜五下早啊10點半，伫宜賓的至今義廳來舉行告別式，3點安葬佇平安園。內倒的事項，請為着烏克蘭甲俄羅斯的戰爭早日平息來祈禱，也為着世界各國較容易引起戰爭的地區，譬如講大海地區、南北韓以亞來和平祈禱。
第二项，马街来台宣告150周年的纪念，有侪侪活动，请咱来三甲大岛学习马街宁愿烧尽无愿守怀的生命态度来传福音。请为着主日学有亲子礼拜来台岛。其他请咱来看咱的周报，若奉献有错误的来甲办公室更正。咱三甲我来介绍一下。无事补充。我来介绍，今仔伫咱中间有两个贵宾吼，真欢喜。我先为较远的来介绍，伫美国好朋友，也是美国的长老尤国祥长老甲太太伫咱中间，欢迎尤长老。还有一位是为日本来吼，伊克布克洛李志宏长老，欢迎伊来甲咱做伙敬拜吼。真欢喜，欢迎你。头先有咧讲，咱总会有发起为乌克兰，有人咧问讲，这钱是安那迄落？你来看咱第7版有写吼，咱的普世教会关系，因要甲伫波兰的迄个城市教会关系，用安尼去帮助这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咱这2礼拜、7礼拜到后礼拜，咱为着乌克兰来奉献来代祷，也望特别望迄个渐渐紧煞遐个人吼脱离这苦难吼，多谢。好，咱来吟上吟圣诗401首，上吟了，请牧师祝祷。完全领主上帝，无受束缚也无地，使平安完全平安，坚信勇敢度万难，也把仰望主的美。永受稳定也无尽，完全领主上帝，无受束缚也无地。咱领受上帝祝，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稳定，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伊伫甲乌克兰，以及咱正大家三合一个为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闭会。